新德县北部乡65岁以上有1986人，占总人口的22.3%，已经算是超高龄社会。公所最近开始提供免钱的智慧型手表，予老大人使用，希望会当随时关心时代的健康状况。新德县北部乡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2.3%，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。要安怎照顾乡内世大人的健康？即马透过这个智慧手表，会当随时了解世大的喘气、心跳等等的数据，随时关心因的健康。平时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的紧张啊，或做什么都不知道，那身体状况也不知道。可是这个手环以后，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心跳、血氧，然后有时候运动，甚至于你常坐，它都会提醒你不能坐太久。身体机能的一些健康的状况，都能够充分的用数字的方式显示出来。除了手表，乡内的活动中心也增加适合老大人的健身器材，时大运动挂这个手环，运动时的健康数字，连伊就传到管理人员的电脑，提升安全。那当我们发现老人家出现这种他的心跳的频率呢，已经高过了他应该承受的这个频率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公所这边就立刻可以有人来呼叫然后来救援。随时代进步，乡公所讲要利用科技弥补偏乡医疗资源欠缺的部分，希望乡亲袂当有高水准的照护资源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